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毋知路，阁要举头旗。顶头是咱台湾一项真出名的民俗活动。伫咧顶头游行内底，会有一个举旗仔，举伫巷路头前做带路的人。若准这个举头旗的人毋知影游行的路线要为倒行，安尼会发生啥物代志呢？即句俗语的意思是在讲，一个人毋知影家己会轻动，拄着啥物拢毋捌的代志，阁想要冲去头前做领导者，这就是一种外行要指教内行的行为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